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休士顿太空人今晚客场迎战奥克兰加，第三棒打者布莱格曼4局上敲出满贯炮，加上先发投手麦克休6局无失分的优异表现，中场太空人便以9比1夺下10连胜。麦克休 Colin McHugh 主投6局被敲2安无失分，并送出5次3振和2次保送，顺利拿下个人本季第3胜。太空人开路先锋斯普林格 George Springer 开局率先轰出个人本季第5支全垒打，队友瑞迪克 Josh Reddick 面对前东家毫不手软，2局上把握垒上有人机会敲出2分炮，帮助太空人以3比0取得领先。斯普林格在4局上满垒情况下获得保送，再为球队挤回1分。这时加先发投手艾斯特拉达 Marco Estrada 被换下场，加中继投手韩德瑞克斯 Liam Hendriks 解决1名打者后，惨遭布莱格曼 Alex Bregman 轰出满贯炮，太空人一口气拉开比数，奠定胜机。艾斯特拉达今天主投3.1局被敲5安失7分，苦吞个人本季第2场败投。